你走，看走动物这边。啊，对，挺多的。这个讲的好听的。我爸爸妈自己有这玩意。这里。是这种车吗？对，这种车的，对，我的前面这两张过来的。前面这个。对。这个是吧？对，我的黄色这一样可以坐5个人，对，这个，对可以上，对，上可以上。来，我盖上车，来，照片，这种街嘛，我这可以的，对，他这个，哦，你在哪个？可以啊，到海边啊。对，不怕的，你坐车。对，拍个照，慢一点啊，开得慢一点啊。对，我妈妈开的，没事，妈妈开。哦呀，然后这里拍个照啊。来，到我们这拍摄。哎呀，哎呀。对啊，姐姐，我们平慢一点啊。看自己搞。吃饭。对了，让我上去飞机了啊。来。你们那边也是很漂亮嘛？我们也去过你们那边，就是金地那里的是吗？没有去过的。呀，这是的嘞，不是错。这么多啊？这么多，大车看了着。这个两个我到了，我来扫。少说了。对，这个我来。我已经上了啊。给了这边。对，小的我来说，大车看头里走。给。说分我能去。那个班子没啥忙不也是。然后一个不是16，还是熊猫，还是白鲢，这样然后。